为了降低传统市场甲摊商受疫情的冲击，但市所建立的外送平台，除了有小短腿机车配送以外，嘛进一步纳入客运车车队。6月19号开始，各甲大型量贩店合作，推出限定台南的外送服务。记者来到永康区的量贩店，也正整理好一车的订单，等待配送。根据了解，民众只要由台南便利送的平台连接到业者的线顶购物，消费满800块，就当免100块的运费，由客运车直接配送到厝。业者表示，线顶的购物甲疫情进前比较起来，订单大约增加3-4成。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非常好，因为不论是单量的成长，然后同时呢，我们跟计程车合作的话，可以很快速的将商品送到消费者手上，所以是一个3赢的局面。就跟台南便利送合作了之后，我们整体单量大概有成长了2-3成左右，对。除了业者业绩成长，对着客运车运价来讲，拄着疫情无啥人要坐，面临真大的经济负担。所以这款载回外送服务，特别若是有一抓有济张订单，就是加减增加收入。受了很大的影响，然后因为跟家乐福配合派送，这个让我们业绩成长了2到3成，所以我们也很感谢家乐福给我们这个任务的机会。市府将各行业整合，创新合作营销模式所建立的台南便利送，对5月24到今接的1个月，已经有800间业者加入，超过7000笔380万的订单金额。餐商渡过难关，一方面这个主妇得到便利，那所以我们也拓展了许多的行销管道。目前我们有36个公寓大厦来合作，此外呢，我们可以到14个市场、11个商圈，目前也都加入。我们的台南便利送，还有这个大卖场像家乐福，我们也陆陆续续在拓展其他的大卖场来加入。那总计到现在为止，超过800家的业者加入，总计有7000笔订单，超过380万的这个订货的金额。那所以说，我们这个台南便利送，希望能够带给市民便利，给摊商便利，给小黄运奖便利，大家都方便。市场进一步表示，疫情一旦过后，这个模式完全尊重市场机制。如果业者、消费者甲客运车运奖3方面都有意愿，一定会持续推动。但新闻，郭文吉和乔邦采访报道。